条路也是阮安定区民最大所期待的，因为自这条变道跨过这个国道8吼，影响游览车要左转或行桥，所以这条这个给规划就互着阮乡民出入甲南区的就我交通会当顺利安尼，无早起南区要上班，而且塞车塞到要先经这个交队啊，所以这交通的品质哦，有做这个高速公路的跨小轨哦，感觉交通安全的真较顺利安尼。确实，台湾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国道就在我们台南。这个红绿灯其实过去如果在车不多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车行的速度会影响以外，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让我们很担心。那现在我们看到南科蓬勃的发展，我们安定，还有这个安南，还有善化的这一线，其实现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急着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其实交通部会很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台南的交通，因为未来我们的科技业的发展，台南就是南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所提到的4横3纵，最中央的这个中间枢纽点就是国道8号。国道8号，如果我们可以让它通畅的话，速度可以行车效率更高的话，对于我们整体4横3纵未来整体的交通运输的效率也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我们配合国道8号南133线的立体化工程，我们必须要配合133线的一个到港口相关道路的一个拓宽。道路我们会拓宽从10米拓宽到20米，然后它的长度是300公尺，然后总经费大概是7700万。最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立体化的时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做拓宽之后，车流才不会拥塞到相关的一个瓶颈，然后能够顺畅能够直接转往南134线的一个进入南科科学园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开辟的时候跟南133线的时候有一个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哈。那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补助地方总共花了35亿的经费来把这个国道8的这个高架化能够通过那个交流道，能够让国道8的交通更顺畅，让南133线的交通也更顺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扰。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6次定期会也未审完每年度的总预算，所以今仔日开始召开临时会继续审查。其中议员蔡耀辉指出，台南市政府计划空灵大学台南校区建物，各单位拢讲袂清楚，阁要提出预算。而且，原天灵工商校舍要做台南市传统艺术中心，爱开1个月来进行内定工程。议员要求市府日后针对收购建物，一定要好好思考评估。台南市会第4届第6次定期会日前闭幕，不过因为每年度总预算拢也未审完，所以10号上午议长柯丽丽亲自主持第10次临时会开议。会中议员蔡耀辉相当感慨，针对市府要购买空灵大厦建物来转型活化，认为拢讲无清楚，最后只被保留科目一案。加上还有一笔原天灵工商校舍要改成台南团艺中心的内政工程，也要开1个月，所以要求市府各单位要利用现地的建物来经营，一定要好好评估思考。到回来大间校啊，袂使拢要甲咱市政府来接的，拢甲买起来要创啥要创啥，我感觉副市长今仔无来嘛吼，你要接可能爱善思啦。就说敢毋免搁一大堆爱维修，爱搁补强，爱搁变更设计一大堆。我感觉最后我是感觉，按天然工商这个例，可以看出各级市拢无了解，
有关天人工商未来要变成传统艺术中心，其实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大概快有5年了哦。从整个评估到所谓的天人工商他们的这个董事会，他捐赠，他是无偿捐赠给我们哦。那因为天人工商历史悠久，所以它的整个建筑其实是有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价值。所以在过去这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这种老建筑，其实它都有需要做一些所谓的结构补强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因为跟现在的建筑法规，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完全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天人工商后来在0121地震之后，那我们原本的所谓的设计的补强，其实因为裂损的部分，后来文化部那边又额外补助了800万的经费来做额外的一个补强工程。我想主要是重点在这里。那另外，目前的我们这一个曾文愿景园区，也就过去的首府大学，其实目前它都是修缮的方式，并没有所谓的补强的这种情形。那因为它的建筑大概在20年左右，所以基本上它的状况其实是比较良好的哦。那另外就是说，目前我们即将要来做这个康宁大学的一个接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目前康宁大学它的这个房子的状况，其实状况都很不错，它也都是在20年，甚至是在十几年而已，所以它的耐震强度其实基本上是够的。那如何让它未来活化再利用，对于一个正新兴开发的安南区来讲，康宁大学的这个校区，其实它的建路还有校地，其实是对于安南地区未来的发展非常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区块。政府为了将现地的建物活化，当然是有效利用资源，并满足地方发展的需求。当然，一旦卡到建物老旧、有历史文化再生意义，需要耐震补强，相信嘛是不得不的开销。当然，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议会临时会开幕过后，马上进行环保局等单位的预算审查。针对这摆后壁乌树林占地场，因为进场违规引发大火，烧尾12天，造成污染，加上新的焚化炉，敢会当解决台南市的垃圾危机，拢是议员关心的焦点。台南乌树林园区因为占坑7月风灾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一直让地方相当烦恼。想不到真正发生火灾，而且一烧就无度收煞，烧了12天过3点钟。毛议员伫临时会面对环保局的预算审查，严厉检讨违规进场的调查处分，以及空气污染的危害，甚至嘛进一步关心新的焚化炉究竟当时会当启用。到好多解决台南的垃圾危机。22年45度嘛吼，村里卖去查，卖讲，管理机卖讲嘛吼，当时安尼啦。58到45对不对？100公里偌真点久嘛吼。一个96年，一个100公里。安尼这个管理袂歹，叫住啊，休息啊。哇，这个安尼一个议员，安尼，毋是议员，一个一般百姓当车遮地动，搁偷盗，我即啦，伊也无偷盗台南县哦。我保证，我较实际，我让你看，我家己推算，伊当车遮坐，绝对有啦吼。我问看伊即摆现就是手头有台南市有几栋的会当进入去咱的迄个焚化炉，你也毋知影，恁多党都毋知影。有没有资料？有，跟一周报告有资料。因几栋啦？因手头会当摕，因手头会当入去咱的焚化炉几栋啦？本色啦。是无我确定啊，甲当年联络者。我甲你讲，我进前甲你问，叫你摕一份资料互我，你还阁无要摕互我。我毋知你要直直好啊，定时甲要摕互我毋知影。你有才这你要大的争议，你今仔日台南市出去的环保公司，你无查，你通北市囡仔摕，安尼敢袂通？这摆乌树林占地场的火灾，闷啊烧将近2礼拜，嘛烧出空气污染甲民怨。虽然市府讲空气品质监测无明显的异常，不过也是真歹说服民众。
当年该事件除了严厉检讨防灾废弃物等违规正常的处分，面对大型对抗容易燃烧的物品，中央甲地方合作，嘛要建议感谢党更较有先进的救灾甲预防。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国立台南大学114年师生研发成果发表会，以创新连结南大共创为主题，邀集教育、理工、环境生态等6个学院的师生团队，分享研发的成果，甲公共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国立台南大学伫个校长陈慧萍的带领，以着创新连结、持续深化甲着地方、产业以及国际等造产处的合作，日前举办学校研发成果的发表，总共涵盖6大学院的师生团队，对外分享年度研发的成果，甲着社会实践的行动。在这次的话呢，我们在教学的部分的话，我们以 AI for Education 还有 Education for AI 的部分的话来进行相关的一个传递跟传承。那因此呢，由我们的吴春平老师，他在那个 AI 上面在教育上面对 AI 的那个指导，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李建新老师，他在那个用 AI 然后来带动相关这个教育的部分。那在卓越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学生们呢有参与那个卓越创新大赏的一个得奖哦，那我的博士论文呢获得很大的一个肯定。那在那个其实，在我们的永续的发展的部分的话呢，更有很多老师共同的一个努力哦，那学生也是共同的一个努力。因此，在王一匡老师的流域发展中心当中，他去做了很多生态保育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的吴宗宪老师的话呢，他进行全球的动物保护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部分呢，也获得相当的一个赞赏。除了有教育学院以着必看见的教育为核心，结合 AI 的技术，发展数学家教，甲着教师培育的系统。另外，嘛有理工学院建立的 AI 合办系统，目前已经研发出台语、英语、日语，甲着客家语的纸上盒，唔定是台湾第一个，嘛有可能是世界第一个。我们这一套。从台英语机器人到台英日语机器人，到现在台英日客语机器人，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机上盒，那应该是台湾第一个，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那我们台南大学结合我们台湾本土的厂商，包含真凭企业、真凭出版社，它就是有教材，然后还有我们的优生学团队，还有女娲机器人。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国科会支持我们已经20年了，这也是20年来的成果。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我们的一个进展，那可以邀请黄仁勋明年到我们的台南花园夜市来吃我们的小吃，然后透过这小小的机上盒来介绍我们台南很有名的小吃，唔免电脑，唔免网络就都可以了。那今嘛咱讲台语，伊马上有客语给你回答。那明年2月，我们马来亚大学就会把它有一个马来语，所以我们接下来是台英日客马。那接下来我们就世界各国的语言都会整合进来。除了教育甲着科技，另外伫个环境的生态、人文甲着艺术方面，近年来嘛协助无数。未来台南大学除了以师资培育以外，嘛将结合科技的创新甲着营属的发展。持续稳定教学甲着研究的量能，进一步来扩大公共的影响力。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已经成立18栋的南区乐龄学习中心，伫1年1度的成果发表会进行，特别邀请静心会的专业老师来指导中心的志工制作原木咖啡杯垫。这对于乐龄志工来讲，相当的新鲜趣味，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小颗的这样子，你要补上去，然后要把它压平哦。这个南区乐龄学习中心的职工，才专心听出静心会嘅老师的示范教学，要来学用原木所制作的咖啡杯垫。这款手工新产品的初体验，嘛，互职工感觉新奇趣味。同时所创作的，阁是要回馈中心贵宾的伴手礼，相当有成就感。这是一种贡献服务，对，一种贡献服务，对，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是蛮高兴的。
会觉得很容易上手吗？对对对，足趣味的，嘿，足想要做，拢唔知倒底学，多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做甲拢足欢喜，很开心。由淡市戏曲国小承办，成立满18档的南区乐龄学习中心，已经累积超过300位学员，其中有真侪专为技工服务。今年透过精心会计所安排创新的手工艺课程，除了让长辈简单好学、产生兴趣，嘛成为一款贡献服务。这次伴手礼的规划是针对咖啡系列的，然后我们是结合生活疗愈系列。然后结合我们的原木座底座来做咖啡皂杯垫，那我们还可以引申做到圣诞树，还是说我们可以做发财树？那这个咖啡座的部分，咖啡杯还有都可以放上去。然后这个我们咖啡的豆里面，它还可以有做一些防水。那我们希望长者他们在这个最简单的伴手礼，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咖啡豆的一个结合，然后还跟我们精油皂做一些结合。再来还有跟那个永生花可以用在这个杯垫里面做一些纪念，然后一个创意。乐龄的课程当中有核心课程、自主课程跟贡献课程。那核心课程里面一些社会参与，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就是长辈们把他们的所学能够贡献出来，然后也可以跟别人做分享，好，也是一个贡献的这个部分。所以每一年我们都邀请这些志工来做这样的一个伴手礼，相当的有意义，而且能够把他们所学贡献出来。为中议员林美的马专庭校长为长辈鼓励，希望政府除了推动长期照顾，嘛要大力支持乐龄的育生来活跃农化。在这个中心里面，我们这边长者也透过老师的一个教育哈，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每个人都写起他们自己的手工艺品哈，现场也看到很多的成果展。那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真的希望公部门能够再一次的将我们的预算能够编足，因为现在长者越来越多，尤其健保的关系，每个人的身体都非常的健康。那预算上面我们必须要到位，让我们这些长者能够就是也可以补足过去小时候大环境不好的过程中没有上幼稚园的这个遗憾。这里如同我协领就是中心呢，就如同长者的幼儿园一样。并且在2月20日，南区乐龄学习中心盛大成果发表会前，已经呈现历年来学员伫画图、书法、拼贴等等的创作，集合透过课程，再次互长辈生活更充实趣味。南区乐龄学习中心赞。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拥抱传统，也拥抱新生。当制造现场和学研能量在同一张桌上对话，改变就发生在今天。每家工厂的瓶颈都不同，但解法需要被系统的找到。市府联手大专院校协会与技术中心，成立中小企业服务团，提供即时在地服务。陪企业走完每一步，从第一场共识会到最后的成果交流，每一步都把需求与资源对上。专线接通的是每家企业的下一步。当服务在地，培育人才成为日常，台南产业的竞争力就在众人的手上长出来。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圣诞节将要来到，华山基金会第23届爱老人公益活动，集合伫东区大福利活动中心举行，邀请大台南地区长期献出爱心、支持老人服务将近20间的学校代表，甲幼儿园参加，甲60长辈做伙来制作圣诞园艺节。
伫个新苗幼儿园学童活力的表演，为华山基金会敬老爱老的活动来揭开序幕。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长期伫个校园进行敬校爱老的宣导，真侪学校嘛伊着筑牢爱心袋的汇集，大大细细的爱心，加上年关就要来到，基金会嘛开始来募集爱心的年菜。华山基金会每年在农历年前，我们都有帮这些我们照顾的弱势独居长辈募年菜。那每一份年菜呢1000块。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主要就是我们有推广助老袋。那我们也希望各级学校或者是小朋友可以从小就有那个助人的观念。那所以我们助老袋呢，我们都很希望小朋友呢，如果你平常有零用钱，或者是学生家长，你在年底想做公益的话，其实台湾的社会需要帮助的老人很多。那我们华山基金会呢，募年菜今年已经第20年了。那我们这个行有很多年的这个独居老人、弱势独居老人募年菜的活动呢，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一份年菜1000块，人手1年菜，祝孤老过好年。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华山基金会长久以来针对我们这个3E老人这个失能、失智、失医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琢磨非常非常的深。那每年的年底呢，都特别的举办这个招募年菜的这个活动。那这几年特别又在进入校园让小朋友可以这样子从小培养这个不但是存钱，然后把这个钱再转为做更大的这个爱心的这个活动。那当然社会局也非常感谢华山基金会的这个善举。那我们也呼吁这个不仅就是社会大众，那我们这个小朋友那我们学校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现场出席的除了基金会的职工、长辈，包括市府社会局机要秘书、东区的区长，以及议员蔡小伟，甲着长辈仔服务处的执行长欧振豪，嘛拢到场来致意，并且咧真响应爱心助老、代代相传的活动。华山基金会表示，大台南地区目前服务弱势长者大约有2600位，不过伊着当年的服务，甲着爱老人、爱团圆的服务经费，还佫有将近70%的底欠。因此，基金会希望各界会用发挥爱心，加一点关怀，就用帮助独居的长者。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伫早顿店买早顿，可以当选选领团购的商品。这是伫高雄开业已经真侪档的早顿店，因为独家制作的豆油非常的出名，受到真侪婆婆妈妈的推荐。每一届发出团购的通知。民众就小济来购买，嘛互早顿店的头家变成团购主。早餐店里不仅有点餐吃饭的民众，还有等着拿团购食品的客人。由夫妻2人经营多年的小店，只要在群组发出团购通知，就会引起许多顾客争相抢购。尤其是这份深受婆婆妈妈喜爱的独家酱油，这是台湾你绝对买不到的味道，因为它很甘醇，它是没有加防腐剂。这个酱油是说真的是一个师傅，他是40几年次的，他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他这个酱油他是传给我们这一门的3兄弟而已。这个酱油我有，还有我2个，一个师兄一个师弟，3个人有。几乎你这味道几乎都买不到。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加什么防腐剂，都是很天然的。只要我做团购的东西，一定都用到这个酱油，不管是卤还是煎还是炒。一定用到这个酱油。几乎这种酱油它的特性，妈妈他们都很奇怪，都喜欢说为什么一样的酱油做起来的料理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个酱油它有独特它的香气在，打开就知道了。因为它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你加爆香料，炒一炒，酱油加下去，加一点水，加一点胡椒。炒出来的东西的话，一定很美味。做好的蛋饼没有被盛到盘中，而是加入配菜与调料开始拌炒。创新的吃法结合老板的特色食材，让吃过的饕客都齐齐称赞。我们每天一定来这里吃，因为这里的口味非常适合大众口味，什么口味都可以，只要跟老板讲，他都可以做得出来。我就有时候炒蛋饼，它的口味蛮香的，因为它有那个蒜头啦，还有那个什么长桃啦，
还有那个还有那种香菜，它要下去炒，炒得蛮香的，所以很好吃。因为我店里最主要就是说酱油是自己的，然后客人要炒辣的话，辣椒酱也是我自己调的，也是自己做的，那是湖南的剁椒酱。这客人他们买一买，一定都很香，但是用高粱下去腌制，因为跟一般市售的不一样，就是说我不喜欢用油炒，因为油炒的话你放久一定会油耗味，这油耗味不能你这物件嘛不健康。这个酒下去腌腌久的话，它是越焚越沉香因为就是有酒酿的。因为我本身店里的东西像我的咸猪肉也是我的主打，它也是没有加防腐剂，都是靠这个酒。不论是用瓮蒸的人参鸡汤，还是各种半桌菜色与卤味，在手机上完成预订，就能在早餐店直接取货，也开启了小店新的经营道路。记者洪俊杰、李聘荣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我也爬快不起耶！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在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咧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互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针5波比哦。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